1分鐘俾你睇台北1晚200蚊嘅酒店到底有啲咩？話說我今次嚟台灣就試咗一下呢啲平價酒店，睇下佢咩料先。咁呢間雙星寓所係位於台北車站嘅站前地下街入邊，地理位置都算唔錯。咁入到去第一樣嘢就係呢個自助 check in 嘅機，攞完房卡就可以入去啦。咁佢入邊係完全冇人嘅，唔驚俾人道德綁架嘅朋友去攞呢度嘅免費嘢咁。嚟到最緊張嘅驗房環節啦。冇燈，整完啲燈之後就係咁樣嘅。呢個居住空間應該難唔到香港人，張床都 OK 舒服嘅，有毛巾同埋紙巾。如果你個頭生喺條腰度，可以睇下電視，參觀下廁所先，全部嘢都喺晒度啦。沖涼整體嚟講係五臟俱全，但係我要開佢波啦。首先佢成間房得1個歐，所以你要掛晒你成副身家喺上面。同埋因為台北車站夜晚會閂門，所以你要行去另一棟大廈，落去搭 lift 先可以返到酒店。唯一慶幸嘅係佢上蓋有間全夜晚上寫 CV 可以去買，呢啲缺點就睇你自己接唔接受到啦。咁大概就係咁啦，瞓覺先，早唞。哇，仲有情趣燈。